咱来看5月17国会改革法案伫立法院要拼三读，因为朝野立委发生严重的冲突，暗时阁有上千个民众伫立法院外口抗议。院长韩国瑜才宣布散会，今仔阁再审。早起哪日阁要占主席台，双方又阁发生冲突咯。民进党的立委拢把民主意识的头巾划反乌想反扩权的口号。早起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做伙提案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5条，民定讲官员未当还质询等，相当是当罚20万。那边是以人数优势，举手表决离托通过咯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批评讲，那边人手未台。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洪明泰是强调讲，少数就爱服从多数。立法院议场大门一开，那六立委就发生小小的冲突。国民党团抢伫先机，首先占领主席台。立法院利益继续审国会改革国法，国民党团放回要完成全数三读通过。民进党团重新调整，集体绑民主意识的头巾，伫议场前大声喊反乌想反扩权，控诉那被联手毁宪乱政，台湾香港化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早起9点顺利进到机场主持议会，甲顶礼拜闹会冲突无同，只摆冲突降温，那了各自也看板，互相请声。韩国瑜先讲到3个重点：5以及国会消杀，互全世界无看到台湾的真善美。罗总统则拄啊就前国会的发生冲突，要安怎交代？也毋过民进党有关声音拍断发言，互韩国瑜一直海头。新总统昨天就职，今天是第2天。如果我们立法院再发生冲突，我们怎么交代？所以，我诚恳地希望我们所有委员。连夜要求法案退回重审，韩国瑜反过来指控民进党团无同意逐条讨论，就按议事规则进行，佮宣布休困协商。也毋过连夜干部无人出席，韩国瑜佮重回机场，针对那被共同提出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5条，明定官员未当还质询等，表示国会罪行会议，相当会当罚20万的罚款，会当连续开罚，进行离托表决。才举手表决。连夜即期在野组票采用点名表决、中府表决，专案中府审查拖延技术进行，也毋过那边有人数的优势，强行通过立托条文。郭建民批评国会已经死啊，那边就基本没台。你们在急什么？急着卖台吗？这是一个历史红事嘛，全部站在国家对面啊！你们可以没收国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没收民意的。即便是每一个条文，因为民进党的冗长议事杯葛而造成一个条文可能要处理20-30分钟之久，但我们认为该走的议事程序就要走。洪明凯表示，肯定民进党无用暴力，国民党也会多数尊重少数。韩国瑜也搁一摆召开朝野协商讨论，一人发言加表决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